大家好，我係單人去。今日咧，我會帶大家去玩 Roblox。我陣間喺度教大家玩啲技術嘅。好啦，咁咧你可以夾自動跳波啦，佢就會幾秒咧就會幫你跳幾次，好似咁。我而家咧就挑戰單人10幾分鐘玩到100波。夠錢啦，喺度升陣，我不如射僵屍，跑步者登場。佢呢個角色咧可以放黑洞啦，可以吸晒啲僵屍入去嘅，同埋放炸彈一次去炸爆佢哋，都幾勁。太衝性，我見到啦，好快啊！因為咧撳咗嗰個自動跳波啦，如果咧冇撳嗰個自動跳過咧，咁你就好難打啊，打得好慢嘅。試下放炸彈先，哇，都勁啊！太空炸彈，冇乜血量啊！抽中咗鐮刀啦，我哋試下好冇用，同埋咧佢可以夾自用模式嘅，咁樣打咯。然後咧通常咧你整好啲工具啦，即係例如買槍啊、買晒刀嗰啲，你就升血啦，咁你咧就冇咁容易俾啲僵屍打死。嗱，你可以咁嘅，你玩呢個咧好正，因為一條通道咧可以直殺嗰啲僵屍啊。你咁樣夾自動模式啦，然後咧佢會幫你向前行啊。然後你咁樣放幾嚿炸彈咧，你一次就炸爆晒。好快我又打到20波啦，只係玩3分鐘。然後好多僵屍咧，你就引佢落呢度通道，一次過咧放好多太空炸彈，咁一次過咧又可以幫你賺錢啦，你又有着數喎。我打咗100波咧，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我先打到嘅。但係呢個角色咧係喺頭先我抽獎嗰個寶箱咧度抽到嘅，前幾日，你一次就炸爆晒啦。係咁放啦，你都賺好多錢啦，基本上。大家咧，如果有我嗰個角色咧，你哋都可以用呢個方法打嘅。咁樣炸爆啊！你玩咗100幾波咧，通常啲人咧都係會咁樣嘅，中意擺炸彈。同觀眾咧都係玩差唔多5-6分鐘啦，都玩到30幾波啦。如果你咧屋企好忙啦，或者你冇乜時間玩咧，你可以用自動跳波咯，咁就玩得快少少咯。鑽石啦，有啲僵屍咧打完咧係有鑽石嘅，咁你啦繼續啦，然後咁樣向前行啦，所以咧好中意用呢個差唔多水族館咁嘅名次啦，咁樣打咯，用呢個地方。升到1000幾個水晶啦！一個玩嘅，我知好勁啊！真係高高咁。
啊！如果你搞自動模式啦，你又唔死，其實咧我就得240血啦，大家都見到噶啦。如果你哋下次想加我一齊玩呢個在僵屍競技場下生存，你哋咧就加我好友，我好友名咧叫做 Kayden9022，點算咧？我哋傳俾大家聽，就係 CAYDEN 9022，大家可以加我噶，下次咁啊帶大家玩到幾百波啦，如果我有時間嘅話。拍咗咧都一陣啦，我哋玩到54波咯喎。我哋可以喺度放。係要放炸彈，飆飆飆！唔好炸我啊！呢個角色咧最好用就係嗰個太空炸彈。翻轉頭，一支箭打爆佢。佢先有啲甩機啊，所以一次過咧就大爆炸。我67 67 68。哇！眨下眼就72波咯，你睇下，差唔多一滴血都冇扣過我，所以咧大家唔需要增加好多血嘅，只要超過100少少咧就夠噶啦。其實流星你7500蚊玩死我啦，我邊有咁多錢啊？好快啊！開始難打啦，沒事。打完血就係冇血啦。我快翻轉頭。哇，好難打喎！我今日只會帶到大家出現100波嘅啫，因為我都冇咁多時間玩。
誇張喎。哦，呢個算機，哇，咁快賺到2000幾3000，哦，少啲，哇，96、97。